国际新闻来看，美国总统川普昨伫英国访问，有民众抗议。民众认为讲，川普伫道德、有关税政策等等的争议真侪，不外英国高规格来接待。有抗议民众嘛，互抓起来。 这是海外共和党人组织宴会时，向有示威者撞入来，抗议美国总统川普的温莎堡国事访问。示威者真紧就互拖走，因为外口的街头有真侪群体针对川普的行事作风抗议，有人下巴勒斯坦的旗仔，表达对伊中东政策的不满。有的票据写讲，川普紧回去，才无欢迎你。川普你的政治真臭，无爱独裁者。一旦看到票据，佮有讲到安德鲁王子。 that the royal family are welcoming Trump when they've ostracised Andrew rightly for consorting with Epstein. We know that Trump has done exactly the same thing and he should not be welcomed here. 迄暗的温莎堡壁面，就川普、安德鲁王子，又有爱普斯坦徛斗阵的相关报道标题的投影，这是一个政治行动团体发起的，挑讲强调川普甲爱普斯坦过去伫上流社会的社交圈有真侪精彩代志。 泰晤士河谷的警方当暗以无经过授权的公共行为抓真侪人。伫示威者眼中，因不满的是英国政府为着保川普用真悬的规格来接待，不过川普的道德、政策甲英国的政绩也无应该当作无看到。川普行程以温莎堡做核心，英国政府爱确保川普伫短短48点钟内感受到完整而且无底线的行程。英国王室这时阵等下软实力，以真少有人做会到的方式安打川普。 Is there any leader anywhere in the world who has quite that same attraction to Donald Trump than the British monarch? 另外，互人烦恼的，阁有前驻美的大使曼德森勋爵，因为甲爱普斯坦有真深的关系，10月互英国首相史凯尼解除驻美大使的职位。一寡外交官烦恼讲，若阵川普伫记者会顶面互牵连入去，感觉无欢喜，恐惊影响到访问的气氛。国际新闻黄文玲编译。